进去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咱们小金县崇德乡的蛙虫草典韦的山脚下，这里的海拔是超过了4000。一会儿我们要去的这个山上啊是白雪皑，它的海拔会更高。心情呢是非常的激动。一会儿我要去挖虫草，尤其是今天我背了一个这么大的包，我要装满它。走。哇，那边有好多人在挖虫草，我们去那边吧。鞋子，我把鞋子拿出来，我的鞋子陷进去。走吧，等我。哎呀，不行！Oh no！ 哎呀，陷进去了。挖到几个了？只有2个。就这2个。对，都是他的。为啥这个下面要长着草呢？保鲜。哦，保鲜。找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，叔叔啊？就是要从远看到近。从远看到近。你像这种看，假如人多了的话，你要先把苗子高的看完。苗子高的。然后再看近处它有浅的。那近视眼咋办？近视眼就麻烦了。谢谢。他们当地说啊，拿这个虫草，这样围着眼睛绕8字，这样就会找到更多的虫草。希望我也能找到，装满我的这个书包。谢谢。我感觉我马上就要找到了。你在耍雪花？找到了，快来看！它不是虫草，是虫。这也不知道这啥品种，你看。好吧，我还是继续炒虫草吧。这咋能是长呢？阿克松不？哪个喊你去这里呢？现在是中午12点了，一根都没找到。快点去，找到。他们大队伍还在找呢。找到了那个。那。自己走。哪一个？画一个圈。就这个土包包高头。上面。要把眼睛躲到。这里。说要换地方了，然后那个地方呢，虫草更多，但是比这里的海拔还要高，更有挑战性。然后现在这里太阳也已经出来了，然后雾啊、云啊也慢慢散开，积雪也在融化。但是长时间在这个雪地里面看啊，还是特别容易伤眼睛，所以我也把墨镜也给戴上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去那边海拔更高、更有挑战性的地方一起去继续挖。刚刚都还在挑雪，这会儿便是晴空万里。看我后面的雪山，太阳好美啊，就如同在一幅画里面，真的美爆了。哎呀，鞋子全湿了，2双鞋，袜子全湿透了。太难了，挖虫草真的太难了。看一下我美丽的袜子。二哥，人家都在挖虫草，你这休息做啥子啊？我不是来挖虫草的。啊？我不是来挖虫草。那你有带朋友来玩。你放牛啊？对。带朋友来耍？对。那你们家好多头牛？不多，100多。100多！哇哦，你是个百万富翁了。
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快点，这里，在这里！真的，看是不是？是真的。蓝色的。啊，我看到虫草，太好了！一叉。这个是我。哇的，是这个样子玩的，对吧？哎，对可以掉了，带到从走掉。对，哇！我这个打。啊，别忘了把这个要回好。老板跟现在懒得还价的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快5点了，我也准备下山了。然后挖了一天的虫草，我挖到了1根，距我的目标还有99根啊！真的是挖虫草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海拔高，然后再加上变幻莫测的天气，时而下雨，时而下雪，又是或者是大太阳，比如现在就是晴空万里，真的是特别困难且有挑战性。在这里，我要向所有寻找虫草的人们表达敬意。